在璀璨奪目的聚光燈背後，周深的名字似乎總與一種近乎悲壯的拼搏精神緊密相連。當工作狂魔這個標籤被工作人混一句他為了不辜負粉絲，哪怕累到虛脫也要堅持安可的爆料牢牢看在他身上時，輿論的場域瞬間被點燃成兩股對沖的火焰。一邊是粉絲們心痛到碎裂的淚光，將此舉奉為雙向奔赴的至高寵鳥；另一邊則是旁觀者冷靜甚至冷峻的審視，質疑這是否是內娛惡性競爭下催生的內卷狂魔樣本。我們似乎都忘了，那個站在舞台上用空靈嗓音治癒了無數靈魂的歌者，本身也是一個有血有肉、潰皮被潰受傷的凡人。這場關於寵粉與內卷的辯論，本質上是我們這個時代對勞動階級、健康倫理與偶像崇拜之間複雜關係的縮影。在流量如潮水般漲落的娛樂圈，周深的選擇像一面多棱鏡，折射出不同立場人群的價值光譜。而我們試圖撥開情緒的迷霧，去探尋那個在安可聲中搖搖欲墜卻又倔強站立的身影背後，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偶動力？要理解周深為何被冠以工作狂魔之名，我們必須潛入他職業生涯的底層邏輯。自大魚橫空出世，他走的便不是一條坦途，而是一條需要用給予努力去填補先天條件與大眾審美之間溝壑的荊棘路。他的聲線獨特，空靈如天籟，卻也曾被世俗偏見視為異類。這種早期的邊緣感，或苦在他心中種下了某種深刻的印記。唯有比旁人付出數倍的努力，才能讓這天賦之音被公正地聽見。因此，當我們看到那份密密麻麻幾乎無憂的行程表，從綜藝錄製到晚會直播，從新歌創作到巡演彩排，連續轉的疲憊寫在他偶爾失神的眼睛裡。但這恰恰是他安全感的來源，用不間斷的工作量來笨實閣下並不穩固的土壤。工作人云透露的累到虛脫也要安可，並非單純的逞強，而是一種根植於生存焦慮的慣性動作。在一個新人輩出、迭代速度堪比光速的行業裡，對於沒有強大資本背景、全憑口碑和實力殺出血路的周深而言，每一次舞台都是一次不可錯過的被看見的機會。他太清楚，粉絲的喜愛是流動的河，而他要做的是不斷往河裡投下閃光的石子，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以擁持那河水的澎湃。這種心態，與其說是內卷，不如說是一種清醒的、近乎殘酷的自我鞭策。只是這種鞭策的力度，在旁人看來已達到了自傷的程度。然而，近將這種行為歸列為生存焦慮，或苦低估了周深性格中那種近乎宗教般虔誠的報恩情烈。縱觀他的成長軌跡，從烏克蘭留學時險象環生的求學路，到回國後屢遭冷眼的選秀經歷，他是在無數雙或溫暖或冰冷的目光中摸爬滾打過來的。正因如此，他對每一份支持都懷有超乎尋常的珍視。在粉絲文化中，偶像與粉絲的關係往往被賦予了情感投射的價值，而周深似乎將這種投射納化成了沉重的責任。他跪在演唱會上，因為看到粉絲的燈牌而哽咽；跪在深夜的直播裡，像朋友一樣碎碎念。他比誰都明白，那些揮舞的熒光棒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人用時間和金剪堆砌而成的愛意。於是，安可不再是簡單的返場曲目，而成為他確認自己配得上這份愛意的儀式。哪怕身體發出尖銳的警報，哪怕嗓音已顯疲憊的沙啞，只要台下旋有一聲呼喚，他就覺得自己的肉體可以暫時被忽略。這並非作秀，而是一種性格底色中的善良與柔軟，一種受人滴水之恩，當以衝傳相報的傳統情義在現代娛樂工業中的變形。他像是在用消耗生命的方式去償還一筆永遠覺得算不清的感情債。這種超越職業契約的精神羈絆，讓他的寵粉行為帶着一種令人心碎的壯烈感。可也正是這種壯烈感，讓旁觀者開始擔憂，當健康的紅線被一再突破，這份沉重的愛最終潰壓垮誰？轉向另一個視角，當我們把周深的虛脫式安可置於娛樂圈乃至整個社會職場的大環境下，內卷狂魔的質疑便顯得並非空穴來風。內娛的競爭早已白熱化，
當別人在舞台上唱3首歌，你唱5首便是誠意；當別人在綜藝裏做個背景板，你拼命製造笑點便是敬業。這種增量博弈的怪圈中，個體的給予努力往往會拉高整個行業的標準線，進而成為一種無形的壓迫。周深的累到虛脫，在粉絲眼中是敬業，可在同行團聚看來，或苦佢變相迫使其他藝人也要拿出同樣的拼命姿態，否則便會被指責為不努力、擺爛。這並非周深的本意，但客觀效果卻如同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尤其是在當下經濟下行、就業壓力巨大的社會情緒下，大眾對工作狂3個字有着極為複雜的情感。一方面，我們歌頌奮鬥者，讚美那些為了夢想燃燒自己的靈魂；另一方面，當奮鬥演變為對生理極限的挑戰，甚至以犧牲長期健康為代價時，他便觸碰了現代勞動倫理的底線。周深的行為恰如一面鏡子，照現了我們社區中那種以命搏未來的集體焦慮。我們心痛他，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心痛那個在深夜裡加班的自己；我們質疑他，也是在質疑那個為了績效不敢稱價的卑微的自我。因此，關於他的爭論早已超越了娛樂八卦的範疇，而是一場關於工作與生活邊界的公共討論。他成了那個被推上前台的，承載着所有人矛盾情感的象徵物。在商業邏輯的精密計算中，周深的工作狂屬性同樣是一個極具張力的博弈點。經紀公司、合作方、品牌代言，各方資本都熱衷於將他包裝成拼命三郎的人設，因為這不僅意味着商業價值的最大化，更暗示着一種低風險的投資。一個如此珍視粉絲、如此敬畏舞台的藝人，在道德和法律層面幾乎不具暴雷，他是一枚穩定且高產的印鈔機。於是，我們看到的未必完全是周深本人的主觀意志，其中摻雜着商業機器的推波助瀾。每一場臨時加上的安可，背後可能是製作團隊對觀眾情緒的精準拿捏，是合同理對演出時長的彈性控制，是社交媒體上話題熱度的預謀策劃。當累到虛脫成為熱搜詞條，其傳播效果遠比一場完美的平安無事的演出要震撼得多。這種悲情英雄的敘事，在流量邏輯中屢試不爽。但問題在於，當商業力量意識到周深的疲憊具有如此強大的吸睛能力時，他們是否會潛意識地縱容甚至引導這種疲憊的加劇？這是一個細思極恐的灰色地帶。周深像是一艘奮力划槳的船，但洋流的方向卻並非由他完全掌控。他個人的善良與責任感，在冰冷的資本邏輯面前，有時佢變成一種可以被無限索取的軟肋。我們無法斷言他在其中是被利用旋是共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場盛大的演出裡，關於健康的考量往往是最先被犧牲的變量。深入周深的工作模式內部，我們旋能窺見一種藝術家的偏執與完美主義。他對於音樂品質的苛求，幾乎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一首歌錄上幾十遍是家常便飯，一個轉音的處理可以反覆打磨到凌晨。這種對細節的極致追求，讓他的作品呈現出一種精緻的、近乎脆弱的美感。而演唱會現場，作為無法收音的終極考場，更是他國勁的主戰場。他害怕失誤，害怕對不起那張門票的價格，害怕讓遠道而來的耳朵失望。安可曲目往往是這種完美主義焦慮的最後釋放。他總覺得剛才的表演旋不夠好，總想再多給一點，再彌補一點。這種心態在很多頂級藝術家中並不罕見，如同作家反覆修改稿件至吐血，畫家對着畫布撕了又畫。這是創作者與作品之間一場永恆的角力。只是周深的作品全包含了現場觀眾的情緒反饋。當他在台上因為體力不支而略顯搖晃時，那種想要掌控全場卻又力不從心的撕裂感，正是他藝術人格中最真實也最脆弱的部分。粉絲迷戀的畫苦正是這種破碎感，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藝術創作需要燃燒激情，卻不該以焚毀肉身作為代價。真正的完美主義應當包含對自身機能規律的尊重，
懂得在巔峰時刻戛然而止，留下餘韻，而非耗盡最後一口氣力，讓藝術的花彩蒙上一層悲壯的陰影。我們再將目光投向粉絲群體的反應，那是一種摻雜着給予幸福與深切痛苦的複雜心理體驗。當周深拖着虛脫的身體堅持安可，那一刻，粉絲接收到的訊號是他為了我們可以不要命。這種被置於生命之上的重視感，足以讓任何理性防線瞬間崩塌。他們尖叫、流淚、合唱，共同沉浸在這場用健康透支換嚟的情感狂歡中。這種雙向奔赴的給予形式，強化了粉絲社群的凝聚力和忠誠度，他們從中獲得了巨大的情感滿足和自我認同。然而，狂歡之後，當視頻流出，看到偶像蒼白的臉色和微微顫抖的麥克風，那種後怕和心痛又潰轉化為對工作室的聲討和對行業環境的控訴。粉絲在這種情緒過山車中，實際上扮演了一個微妙且矛盾的角色。他們既是累到虛脫也要安可的終極動力源，因為周深在乎他們的期待，又是事後最激烈的反對者，因為他們更在乎周深的健康。這種外在的張力構成了飯圈文化中一種近乎病態的浪漫。我們很難去責怪粉絲的渴望，畢竟花紙買票想要多看偶像一眼是人之常情。我們也不忍心指責周深的迎合，因為那是他表達愛的方式。但這種相互成就的情感綁架，卻實實在地編織了一張無形的網，讓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感到窒息。打破這張網，需要的不是某一方的退讓，而是整個娛樂文化中對的道與健康的集體重新認知。如果我們將視域拉開，從行業健康發展的角度看，周深的工作狂標籤其實是一聲刺耳的警鐘。內如近年嚟亂象頻發，從演雲壓戲濫用替身，到歌手假唱對嘴敷衍，行業信譽跌至冰點。在此背景下，周深的敬業無疑是一股清流，他用自己的專業素養和真誠態度，為偶像二字賺回了些苦尊嚴。但萬事過猶不及，當敬業的標杆被樹立得如此之高，以至於需要用生理極限去衡量時，這個標杆本身變成了一種暴力。他暗示着，只有像周深那樣拼到虛脫，才算對得起觀眾。這種暗示對於整個行業的從業者，尤其是那些剛剛起步、資源匱乏的新人而言，是一種巨大的心理壓迫。他們可能會為了證明自己同樣敬業，而被迫效仿這種不健康的作息，最終導致整個行業陷入一種比慘的惡性循環。一個健康的娛樂生態，應當容許藝人擁有正常的休息權，容許他們在疲憊時坦然地說不，容許舞台有瑕疵但依然被尊重。周深的努力值得讚美，但我們讚美的不應是他累到虛脫的結果，而應是他對音樂的熱愛和對觀眾的尊重。如果這份熱愛必須以健康為代價，那麼我們或苦該反思，是不是整個行業的評價體系出了問題？是不是我們過度美化了犧牲而忽視了可持續性？從心理學的層面剖析周深的這種超負荷運轉，人若可以窺見一種冒名頂替綜合徵的影子。儘管他已經站在華語樂壇的金字塔尖，但他內心深處似乎總有一個聲音在提醒他：你不夠好，你隨時可能失去一切。這種不安全感讓他無法安然享受已經取得的成就，而是像一隻不斷奔跑的倉鼠，在滾輪上越跑越快，卻永遠停不下來。每一次掌聲雷動的安可，都是對那個不配得感的一次短暫鎮壓，但藥效一過，焦慮便會捲土重來，偶使他奔赴下一個舞台，尋求下一次的確認。這種心理困境，在許多出身平凡，依靠自身努力實現階層跨越的傑出人物身上並不罕見。他們害怕回到原點，害怕讓那些看好他們的人失望，於是用無窮無盡的工作來填滿內心的空洞。周深的寵粉，在精神分析層面，或許也是他對自己內在那個不被接納的小孩的補償與安撫。他通過滿足粉絲的一切要求，來彌合自己早年因嗓音特殊而被排斥的心理創傷。舞台上的安可聲，是他能聽到的最響亮的我愛你，這足以暫時有散漫長成長歲月中積累的陰霾。
但我們希望他有一天能明白，他的價值早已不需要用虛脫來證明，他的存在本身，那獨一無二的嗓音和真誠的人格，就已經是送給這個世界最珍貴的禮物。對比國內外娛樂圈，我們會發現，安可文化本身在不同語境下有着截然不同的吶喊。在古典音樂領域，安可是藝術家在觀眾的盛情之下奉上的額外甜點，講究的是恰到好處的餘興。在歐美流行樂壇，安可往往是精心編排的固定環節，是演出的一部分，但很少引說有藝人因此累到虛脫船強行加碼。而在內娛，尤其是伴隨着直播和短視頻的引起，安可逐漸變成了一種情緒宣洩的出口和流量爭奪的戰場。周深的案例之所以引爆輿論，恰恰是因為他將這種文化推向了極致、極致的討好、極致的付出、極致的疲憊。這反映出內娛市場競爭的殘酷性，也暴露出我們在舞台美學和藝人保護機制上的不足。一個成熟的娛樂工業，應當有完善的藝人健康監測系統和演出時長規範，而不是將責任完全推給藝人的個人意志。我們不能指望每個藝人都是周深，都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和脆弱的肉體。我們更不能默認累到虛脫是一種常態化的職業素養。當這種極端個案被頻繁報道並加以褒揚時，實際上是對整個行業職業倫理的一種隱形侵蝕。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怎麼才是好的演出，是藝人安全、愉悅、游刃有餘地完成表演，全是以透支生命為代價換取瞬間的輝煌。網絡輿論場中的撕裂，更是將這場討論推向了白熱化。在微博、小公書、豆瓣等社交平台上，粉絲們用長達數頁的小作文細數周深每一次帶病演出的細節，試圖用敬業來反擊內卷的質疑。而另一邊，批評者則截取他疲憊的瞬間，用過度消耗、製造焦慮等詞彙進行解構。雙方各執一詞，在信息的繭房中越走越遠。粉絲看到的是愛，批評者看到的是病態。這種認知立位源於不同群體對偶像期望的差異。粉絲希望偶像光芒萬丈且永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局外人則更傾向於將偶像視為一個正常的職業人，應當享有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我們很難去評判哪種視覺絕對正確，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爭論撕裂了周深努力的本質。他想讓所有人滿意，結果卻讓所有人都陷入了擔憂和爭吵之中。這或許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悖論。他越是拼命地想要握住每一雙手，越是暴露了那隻手在顫抖的事實。他越是想要用安可聲掩及所有的不安，越是引發了關於他職業生涯可持續性的集體不安。回望周深近幾年的重要演出節點，從各大衛視跨年晚會連續轉到個人巡迴演唱會場場爆滿，他幾乎沒有給自己留下喘息的空間。每一次在後台被拍到的路透圖，不是在練聲就是在對流程，手裏永遠端着裝着半大海的保溫杯，眼神裏卻是揮之不去的倦怠。工作人員口中的累到虛脫，很可能並非誇張的修辭，而是多次真實發生的生理極限狀態。在這樣的高壓之下，他的嗓音依然保持着驚人的穩定度和感染力，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醫學和聲樂上的奇蹟。但這個奇蹟船能持續多久，是每一個真正關心他的人都想問又不敢問的問題。聲帶是肉做的，精力是有限的，再強大的意志力也無法逆轉自然的生理規律。我們欣賞他那股不瘋魔不成活的勁頭，但也懼怕有一天這股勁頭會像掹得太緊的弦，驟然斷裂。娛樂圈從來不缺少英年早逝或因傷引退的悲劇先例，那些前車之鑑都曾像他一樣燃燒過，最終留下的只有惋惜和追憶。周深應當明白，真正的長情不是靠一次性的絢爛綻放，而是細水長流的陪伴。在商業代言的層面，品牌方往往傾向於選擇形象正面、曝光度高且具有勵志色彩的藝人。周深這種拼命三郎的形象，無疑切中了無數品牌想要傳遞的奮鬥價值觀。於是，他的忙碌不僅是音樂上的追求，更是商業合約的枷鎖。一場活動、一個代言、一次推廣，
背後都是白紙黑字的契約精神。他可能想休息，但排期表上的每一個空格都已經被標注了無法撤銷的責任。這種被推着走的工作狂，多少帶有幾分身不由己的無奈。在這個連條中，他不僅是藝術家，更是商業版圖上一個重要的樞紐節點。一旦他停下來，影響的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收入，船友背後龍大團隊的生計和合作方的利益。這種不能停的壓力，或苦比單純的想要拼更為沉重。我們很難去苛責一個在龐大商業機器中身不由己的個體，尤其當這個體存在努力保持藝術初心的時候。但我們也必須指出，商業價值的最大化不等於人生價值的最大化。有時候，適當的減速反而能贏得更長期的商業信任。畢竟，一個健康的、可持續合作的藝人，遠比一個因過勞而突然崩塌的藝人更具商業價值。從社區文化的大背景來看，我們正處於一個崇拜效率和成功的時代。加班文化、996工作制曾是廣泛討論的社區痛點。周深的工作狂行為，恰好踩在了這個社區情緒的敏感點上。粉絲對他的心痛，移情了普通打工人對自身處境的無奈，而批評者的冷眼，則投射了大眾對畸形職場文化的反抗。周深不是一個人在內卷，他是整個焦慮社區的代言人。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了那個為了項目連續通宵的自己，看到了那個為了客戶滿意不敢生病的自己，看到了那個在深夜地鐵裡累到睡着的自己。因此，這場討論的意義遠不止於娛樂圈的是是非非，它是一場全社區關於如何體面地工作的集體反思。當我們呼噓周深別捲了，其實也是在對自己說，別讓工作吞噬了生活。當我們稱讚周深太寵粉時，其實也是在渴望一種被珍視的情感連接。理解這層映射關係，我們才能以更平和的心態去看待周深的選擇。他有他的局限，我們也有我們的投射，彼此都不必完美，彼此都值得被善意地理解。在周深身上，我們全看到一種罕見的雙向責任感。他不僅對粉絲負責，對自己作品的品質負責，甚至對合作團隊、對行業風氣都抱有一種樸素的擔當。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行業樹立一個正面的榜樣。這種責任感令人肅然起敬，但問題在於，當責任感過於沉重，超越了個人承受的邊界，他就佢從美德轉變為酷刑。周深需要學會課題分離，哪些是他必須承擔的，哪些是他可以放下的，哪些是觀眾自己的期待需要他們自己去消化的。他無法為所有人的滿意度負責，也無法憑借一己之力扭轉整個行業的風氣。他只是一個歌手，一個用聲音講故事的人，而不是一個需要拯救世界的超人。有時候，勇敢地承認我累了，我需要休息，不僅是對自己負責，更是對愛他的人們負責。真正的寵粉，不是用虛退的身體強行唱完最後一首歌，而是用飽滿的精神狀態，在未來的10年、20年後，依然能夠站在舞台上，用依然清亮的嗓音對他們說：我存在。當我們剝開工作狂魔、寵粉、內卷這些標籤的層層包裹，最終看到的是一個在巨大名利場中努力保持本真，卻也不可避免被裹挾的年輕人。他的掙扎如此真實，他的付出如此厚重，他的焦慮如此具有共鳴性。他沒有三頭六臂，卻要應對四面八方的期待。他不是永動機，卻要裝作不知疲倦。他的安可，像是一封寫給這個浮躁時代的情書，字字滾燙，句句泣血。但收信人在感動之餘，更想衝上台去奪下他手中的麥克風，給他一個安靜的、可以好好睡一覺的擁抱。我們應該讚美他的敬業，但不必神化他的疲憊；我們應該享受他的舞台，但不必貪婪地索取他的每一分力氣。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善良的人總是傾向於把責任往自己肩上扛，但愛不僅是給予，更是相互的體諒與克制。現在，讓我們回到最初那個引發爭論的起點：周深累到虛脫也要安可，
到底是寵粉船是內卷？其實這兩個選項都過於簡化了人性的複雜。它既不是單純的寵粉天使，也不是被異化的內卷機器，它只是一個在特定行業、特定時代背景下，憑借自身性格和過往經歷做出當下選擇的活生生的人。他的選擇中有愛、有怕、有責任、有焦慮、有商業考量，更有藝術追求。我們既不必用寵粉的濾鏡將其行為神化，也不必用內卷的帽子將其全盤否定。我們應當看見他的初心，也應當看見他那份初心運作的土壤。在這場喧囂的輿論場中，華府最需要學習的不是周深，而是我們每一個吃瓜群眾。我們需要學習以中道的眼光看待公眾人物，既不陷入盲目崇拜的狂熱，也不墮入冷嘲熱諷的刻薄。我們需要明白，偶像也是凡人，他們和我們一樣，攰在職場中感到疲憊，攰在責任與健康之間掙扎。我們可以為他們的成就喝彩，但不必跪拜；我們可以對他們的選擇提出疑問，但不必審判。網絡空間需要更多的理智吃瓜，這意味着一份清醒的共情，既能共情周深想要回饋粉絲的急切心情，也能共情那個在工作中透支身體的自己的不易。當我們學會用平和、寬容、理性的態度去探討一個娛樂事件時，我們也在構建一個更健康、更友善的公共討論空間。因此，對於周深的安可爭議，最好的列局不是爭論出誰對誰錯，而是促使整個行業和粉絲文化進行一次溫和的反思。我們能否建立一個更人性化的演出機制？我們能否在表達愛意時多一份稱你也好好愛自己的叮囑？我們能否在評價他人時少一些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周深如果看到這些討論，或許也佢重新審視自己的職業節奏，找到那個既能發光發熱又能安然入眠的平衡點。而對於我們而言，下次再聽到他空靈的歌聲時，除了鼓掌和尖叫，或虎船應該在心底默默說一聲：周深，今晚不必安可了，早點休息，我們來日方長。最後的忠烈性發言，我想回到一個最樸素的情感原點。在這個光怪陸離的娛樂時代，我們常常因為追逐耀眼的光芒而忘記了光源本身也需要能量補充。周深用他幾乎不給自己留餘地的奔波，為我們奉獻了無數個動人的瞬間，這份誠意無需質疑，也值得珍惜。但真正的喜愛，不應當以對方的過度消耗為代價，真正的支持，不是鼓動他不斷攀登體能的險峰，而是願意主動退後一步，給他留下轉身的空間和呼吸的縫隙。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任何脫離了健康與可持續性的敬業，都暗藏着悲劇的伏筆，而任何建立在透支上的寵鳥，最終都可能變成沉重的負擔。中立地看，周深既非完美的聖人，也非被資本操控的木偶，他是一個在複雜環境中努力保持善良與專業的音樂人。我們呼籲所有關注此事的人，放下極端的褒貶，以平常心看待他的選擇，給他作為普通勞動者的尊重與體諒。吃瓜不是為了製造對立，而是為了在茶餘飯後的談資中留下一份對人性的理解和寬容。願我們在下一次揮舞熒光棒時，除了喊出安可，也能勇敢地喊出辛苦了，好好休息。那一聲溫暖的體恤，或許比任何安可曲都更能擊中一個疲敗歌者的心，也更能彰顯我們這個時代應有的文明與善意。就讓歌聲繼續，讓愛意流動，但請記住，長久的陪伴，遠比瞬間的壯烈更為珍貴。